大家仲記無記得幾年前香港仔嗰隻珍寶海鮮舫沉入大海嘅時候，全香港人都有幾咁心痛幾咁唏噓。但係你又知無知，其實以前我哋去沙田都一樣有一隻充滿宮廷特色、金碧輝煌嘅海鮮舫。好多後生一輩可能以為沙田最多咪就係新城市廣場同埋條城門河，邊度有過咩海鮮舫啊？但我話你知，佢當年嘅名氣同埋奢華程度絕對不亞於香港仔嗰隻。而最令人唏噓嘅係，佢最終嘅下場竟然同珍寶海鮮舫一樣，都係走上咗一條考驗落幕、令人遺憾嘅道路。今日我就帶大家穿越時空，返去上世紀80、90年代嘅沙田，一齊睇下呢隻承載住無數沙田人，甚至全香港人回憶嘅沙田畫舫，同埋後嚟嘅敦煌畫舫，到底經歷咗啲咩傳奇故事？講起沙田畫舫嘅故事，我哋要將時間倒流返去上世紀60年代，當時嘅沙田同依家完全係兩個世界，未開始大規模發展成新市鎮，成個沙田仲係一個充滿鄉郊風味、依山傍水嘅好地方。而城門河嗰陣時都未經人工修築，河面平靜，風景不知幾咁優美。喺1963年，有商家就睇中咗呢個咁有詩情畫意嘅地方，決定在沙田整一隻水泥建造的石舫，名為沙田畫舫，停泊喺當時嘅沙田墟附近，即係依家沙田公園對開嘅河面。呢隻畫舫一開業就全城轟動，因為佢採用咗中國傳統宮廷式嘅建築設計，宮牆綠馬、飛檐斗拱，一到夜晚點住晒的霓虹燈，反射喺城門河嘅水面上面，真係好似一幅好靚嘅山水畫咁。喺60、70年代，去沙田食魚哥、遊車公廟，再去沙田畫舫食餐海鮮，簡直就係香港人放假拍拖或者一家大細家庭樂嘅最高享受。當時你要去嗰隻畫舫食飯，仲要喺碼頭坐接駁小艇過去，呢種體驗對於嗰個年代嘅香港人嚟講，係充滿住儀式感同埋新鮮感。沙田畫舫無單止吸引本地人，連好多外國遊客嚟到香港，都指明要入沙田見識下呢隻傳奇嘅水上餐廳。不過隨住時間嚟到70、80年代，沙田迎來咗翻天覆地嘅大轉變，政府開始大力發展沙田新市鎮，實行咗大規模嘅填海同埋河道整治工程。原本鋪光龍靈、充滿自然氣息的城門河，慢慢被整治成依家我哋見到的側航道。因為填海工程嘅需要，沙田畫舫喺1980年被迫要停業，並且要搬離原本停泊咗20幾年嘅地方。當時好多市民都覺得好可惜，以為呢個沙田地標就會咁樣永遠消失。幸好故事喺呢度並未完結。當時嘅酒樓集團睇準咗呢個集體回憶嘅商機，決定斥巨資喺城門河畔重新建造一座全新、規模更大嘅水上餐廳。呢座新嘅建築物喺1988年正式落成過營。不過因為法例同埋地理環境嘅改變，佢無再係一隻真正浮喺水面要坐艇接駁嘅船，而係一座完全固定喺岸邊用鋼筋水泥建造而成嘅全形建築物。呢個就係大名鼎鼎嘅敦煌畫舫。雖然佢無再係真正嘅舫，但係佢嘅外觀設計簡直係將奢華推到去極致。整座建築物樓高3層，佔地非常之廣，外形模仿古代嘅中國宮廷畫舫，有金黃色嘅琉璃馬屋頂，雕梁畫棟，門口仲有2隻巨大嘅漢白玉石獅子鎮守住。每逢夜晚，成座畫舫燈火輝煌，照亮咗成條大湧橋路同埋城門河畔。離遠望過去，簡直就似一座浮喺岸邊嘅現代阿房宮。入到去入面，裝修更加係皇室氣派，無論係大型嘅龍鳳呈祥浮雕，定係璀璨奪目嘅水晶大吊燈，都顯露出當時香港經濟起飛、如此撈飯年代嘅豪氣。喺90年代初期，敦煌畫舫迎來咗佢最輝煌嘅黃金時期。當時呢度係沙田區內最頂級、最受歡迎嘅擺酒宴客勝地。邊個沙田街坊屋企有喜事，無論係街坊擺酒、阿爺阿嫲擺大壽，定係 BB 滿月，只要話喺敦煌畫舫擺酒，親戚朋友聽見都覺得有面子。每逢星期六日，呢度更加係座無虛席，等為飲茶嘅人潮由酒樓門口一直排到去出面嘅馬路邊。當時嘅敦煌畫舫無單止係一間酒樓，佢直情成為咗沙田人生活嘅一部分。
亦係好多香港人集體回憶中不可或缺嘅一頁。可惜好景不常，隨住香港經濟環境嘅轉變，加上康飲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呢隻看似永不沉沒嘅畫舫，亦開始迎來咗命運嘅考驗。去到90年代尾，香港經歷咗金融風暴，整體市道大不如前，市民嘅消費模式亦開始改變。敦煌畫舫呢類主打大型、高檔奢華路線嘅傳統中式酒樓，因為經營成本實在太高，加上租金同埋人工嘅壓力，開始陷入咗苦戰。終於去到2002年，敦煌酒樓集團因為財政問題宣告清盤。呢座上只住沙田輝煌歲月嘅敦煌畫舫亦被迫結業。當時呢個消息一出，全港駭然，好多沙田老街坊都特登去到畫舫門口影相留念，依依不捨。大家都好驚呢座咁有特色嘅全形建築物會唔會就此被清拆，變成歷史嘅塵埃。好在天無各人之路，同年另一個餐飲巨頭明星海鮮酒家集團決定接手呢個地方，並且斥資幾千萬港元進行大規模翻新，將佢重新命名為明星海鮮舫。明星夾手之後走嘅路線明顯比以前平民化好多，推出咗好多經濟實惠嘅火鍋、海鮮同埋大眾化點心。呢個策略非常成功，好快就重新聚攏咗沙田區內嘅街坊人流。喺呢段時期，名稱海鮮舫再次成為沙田街坊飲早茶、食宵夜嘅腳踏。不過，命運嘅巨輪始終無停下來。隨住時間嚟到2017年，明星海鮮酒家集團因為租邀期滿，加上面對高昂嘅續租條件同埋營運壓力，最終決定放棄續租，明星海鮮舫正式結業。呢一次嘅結業，亦意味住呢座建築物作為海鮮舫或者傳統中式酒樓嘅歷史徹底畫上咗句號。之後呢個地方被一間大型婚宴集團婚宴舞台夾手，將成座畫舫改裝成一個現代化、專門用作婚禮宴會嘅場地，名為水中天。雖然建築物嘅全形外觀得以保留，但係入面原本充滿中國傳統特色嘅宮牆綠馬、龍鳳浮雕，全部被拆除，或者漆上咗現代嘅白色同埋粉色系。對於好多由係去到大嘅沙田人嚟講，雖然建築物仲喺度，但係佢已經冇咗以前嗰種靈魂，冇咗嗰種熱鬧嘅街坊味，變成咗一個冷冰冰，只為特定宴會而設嘅商業場所。回望沙田畫舫、敦煌畫舫去到今日許中天嘅變遷，我哋會發現佢同香港仔珍寶海鮮舫嘅命運，雖然一個喺岸邊，一個喺海中心，但背後嘅落寞原因同埋帶俾香港人嘅唏噓感，竟然係一模一樣。首先，佢哋都係時代轉變下嘅產物。喺上世紀60、70年代，甚至80、9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大家追求嘅係一眾大氣、奢華、有特色嘅娛樂同餐飲體驗。水上餐廳、畫舫呢類，將中國傳統文化同埋飲食結合嘅產物，精巧迎合咗當時本地人同外國遊客嘅口味。但係隨住時代進步，依家嘅後生一輩追求嘅係文青風、精緻餐飲，或者係返璞歸真嘅體驗。傳統大酒樓嘅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其次，高昂嘅維修同營運成本係佢哋共同嘅致命傷。珍寶海鮮舫因為長年浮喺海面上，需要極之龐大嘅維修費去防止全身生鏽同入水。而沙田嘅畫舫雖然係水泥建造，但係成座咁龐大嘅古建築外觀，要維持佢嘅金碧輝煌，每隔幾年嘅外牆翻新、燈飾保養費用都係天文數字。喺利潤日漸微薄嘅現代餐飲市場入面，根本好難有商家願意長期承擔呢筆咁重嘅負擔。最重要嘅係，佢哋都承載住香港人漸漸逝去嘅集體回憶。珍寶海鮮舫嘅沉沒，代表住香港仔避風塘黃金時代嘅終結；而沙田畫舫嘅變遷，亦印證住沙田由一個鄉郊小鎮演變成今日高樓林立、商場到無化嘅現代新市鎮嘅全過程。每當我哋見到呢啲充滿特色嘅地標一個一個咁改變或者消失，我哋心痛嘅無單止係失去咗一間食飯嘅地方，而係心痛緊我哋童年同埋後生嗰陣那個充滿無限可能、百花齊放嘅舊時香港，正在一步一步咁離我哋而去。今日當你放工或者放假，路過沙田大涌球路，
見到嗰座依然矗立喺城門河畔嘅全形建築物嘅時候，雖然佢依家已經無再叫敦煌，亦無咗以前嘅霓虹光芒，但係希望你都會記得，佢曾經係全香港最璀璨、最熱鬧嘅水上傳奇。佢用咗幾十年嘅時間，陪伴住一代又一代沙田人成長，見證咗呢個城市最輝煌嘅歲月。即使佢最終嘅下場同珍寶海顯舫一樣，無法逃過被時代淘汰或者變樣嘅命運，但係佢喺香港歷史同埋我哋心目中留落嚟嘅獨特印記，將會永遠熠熠生輝。